营造业的好歹，直接就是景气的指标。不过，台湾少年人愿意投入营造工地意愿拢无悬。当然，辛苦是一回事，社会形象嘛是一项考量。不过，76年厝的蔡泽明却将辛苦当作食补，决定投入。透过劳动部所推出的营造业欠工奖励方案，顺利担任工程师。其实不止工作稳定，嘛开拓新的人生。我之前有在科技业当品保工程师，然后之后有去学了室内设计。在网络上有音乐界有发现，就是政府有这个营造业缺工的补助计划，然后就想说往这个营造业方面去试试看。在这个领域方面，我学了不少测量的东西，还有很多材料相关的知识，还有跟业主还有协包厂商的一些沟通协调的注意的事项。这个行业的话，基本上这个行业是有很多专业知识跟学问的一个领域。其实来这边不要怕说就是太辛苦，因为基本上你的辛苦在这边是可以得到很多认同的，这是一个很好发挥的一个领域。只要你肯做，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舞台。劳动部分家人分数表示，营造业欠工的就业奖励，就是劳工在职期间每个月有5000到7000不等的津贴，上长发到18个月，会当领108000块。营造业缺工奖励，我们在受雇的劳工就业期间，每个月可以补助5000元至7000元，最高补助18个月，可以领到108000元。我们欢迎待业的劳工朋友可以投入营造业，详情可以洽我们各地的就业服务中心。蔡泽明透过该方案，主要担任工程师，嘛以考到工地主任的证照作为目标，到时薪水就是5万到6万起跳。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